苍安老师要摕什么出来？还是什么？因为吼，鸡卵要孵的时阵，拢爱孵的时阵，咱有鸡母对无？啊，毋过即摆吼，咱拢有机器，这叫孵卵啊机器，甲迄卵呢放咧孵卵机内底。啊，爱几工嘛是共款，21工。啊，21工了后呢，内底鸡仔就会破卵走出来。好，所以咱来看。是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伊昨突破的鸡卵有无？吼，内底拢有，啊，这都是走出来。有当时啊吼，鸡要走出来就嘛有失败的时阵，对，这是3工前都爱出来啊，如果无出来嘛是有失败。吼，鸡仔囝拄啊出来的时阵，伊身躯的毛会澹澹，所以你看伊即摆身躯的毛敢有足清气的，无看起来垃圾对无？吼，伊即摆佫足无力的，因为拄啊出来的时阵吼，伊足忝的，所以伊的骹啊无法度徛直。好，这是拄啊打出来差不多5点钟的，咱来熟悉看长出来好无？长出来较活泼。啊，你看，这有几个骹子？几支？有几支？1支、2支、3、4、5。哦，佫加有几支？5支哦。啊，这咧，这是啥？这是油鸡，你看油鸡几支？1支、2、3、4，就是4支5共对无？两脚顶啊，其实是足侪空的哦。你若真少看内底是啥，拢是一个空一个空。啊，这空内底是啥？伊鸡仔囝要去开用的。来，拢有摕到鸡卵啊吗？来，等下先莫做哦，先看老师做，好无？啊，等下老师讲卡卵的时阵，你较卡卵，好无？你就想要卡卵的对无？好，来，你先卡卵落去好啊。来，你家己掰开，该掰开。袂要紧，迄就拉起来就好啊。来，看边啊，两脚卡起哩。咱来倒这，你倒牛呢，2只手哦，吼。哎，啊，甲倒入去对，倒入去。来，无安尼尔，你只就爱开始拉哦。来，我帮你只头好开哦。这包叫做啥物？叫做藤。水，哎，换些木哦。哦，水，好，安尼放咧杯仔内底啊。好吧。对，来，你帮我杯仔换好，下骹即个杯仔换好，做伙讲台语，鸡卵，上两零。上两零，足忝，哇哦好，